OK， 好，咱个继续啊，咱个继续来看，就是讲，单啊吞论啊，各另外一个主题，咱会看去啊，常常出现的是什么啊？主要来啊，还讲第9主要来，然后讲主来的日子近咯，审判的主徛伫门前，徛伫门前的意思就是讲说主要来的日子近咯，所以第一段咱若看第7节到11节啊，就是讲到咱着干呐吞论着听好，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近咯哈，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近咯所以伫第7节一开始讲到讲，恁着吞论这个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其实伫雅各书第1章的时阵伊就开始有讲到这项代志，就讲到吞论是忍耐的主题你若是咱来掀开第1章第1章你掀开第1章第2到第4节来看，第2到第4节伊讲我的兄弟恁落伫百般的试炼中，就以为大喜乐，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试炼了后，就生出什么？生出吞论吞论也就成功，互恁成全完毕，毫无缺憾所以伊讲到咱拄着试炼的时阵着吞论然后伫第1章12节的时阵讲到试探伊讲恁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乐，因为伊经过试炼了后，的确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允互迄块听伊的人忍受试探的人。所以雅各书伫较早就讲到着吞论着吞论吞论这个字伫咱汉文咱用忍耐咱用忍耐英文讲是 patience 但是伫希腊文的时阵吞论有2个字原文有2个无相的字这2个无相的字是什么这2个无相的字伊拢出现伫第7节到11节内面用2个头一个字伊的意思是什么吞论是对人对人这方面讲到对人的态度，表示保持对人友善的态度，甲什么无轻易发生气相反就是你拄到一个人的时阵对待人按遐无有法通吞论有法通吞论咱拢知有一个人咱捌的咱看到伊的时阵，甲伊讲话有时阵咱会讲什么受不了受不了这个人唔知干互咱真艰苦所以咱着干着吞论其实人甲人之间常常有一种物件是免不了的干头一项，因为咱人的个性无啥相你的个性我的个性无啥相，你做代志的方式甲我做代志的方式也是无啥相，所以我着怎来做着怎我着了解的时阵欠彩咱若有机会伫个刷落去咱若有机会咱雅各书若了咱有法通创一个叫做测验测验看咱家己到底我的性格是什么我的性格是什么这有伊用一个就是 DISC 这个刷落去咱有机会讲就是讲这个人你是内向的还是外向你知你是内向还是外向无我毋知你家己知影无什么是内向什么是外向外向的人伊真爱甲人讲话那愈侪人伊直直讲伊愈干伊愈有力伊袂善你若内向的人你毋是讲无爱甲人讲话你搁在甲人讲话但是敢若讲话无偌久了你感觉野善你若野善的时阵你要创啥你要怎样搁再 recharge 咱的电话咱的手机若无电的时阵咱就充电点是你若一个什么外向甲内向的人充电的方式无相同外向的人伊充电是什么你就是可以甲伊甲别人直直讲话伊愈讲伊愈有力量伊个是外向你若内向要怎样充电
你就是着家己安静，安静的时阵你会充电我恁若捌我的时阵恁会知我是较内向我较内向所以我第一线的是无拜日是差不多12点就是总拜会了早起较早是7点到12点，总拜会若了的时阵倒去下晡我真闲先我创啥？我就是去房里倒伫床咧，无拄困就是家一个伫遐，差不多15分钟了20分钟下间好势了，我知有力量所以牧师娘伊也是知所以像我家己伫房里伊袂去吵我，到我若较好势了我会出来会搁别讲话，这个是咱充电所以这个是上帝创造咱的时阵。然后有一个人因是甲对事无对人有一个人会性格伊甲是对人那对人就是讲逐项爱甲圆满咧啦所以对人主要是人，所以有时阵咱甲咬喊喊有一个人因敢咱阵毋是讲无拄是公义感因是对代志伊讲代志伊就是一，理就是理咱有规条在世着做所以做遐代志的人无啥送无啥送有的人伊做伊一个代志伊着假设我着该写起来还是至少我着想知影讲我去哪要创啥，我创啥，我创啥，我创啥，所以我会按照我所讲的落去创。有的人就是无个照着安尼伊若无照着安尼的时阵伊若无照着伊就是想到底伊就开始去创心血来潮的时阵伊就开始去创。有人无，你着什么隆重创好势牧师娘，阮两个性格无同伊是逐项着照处事的我是较凊彩所以阮结婚了无偌久伊带我去台湾所以伫遐咧读神学的时阵伫遐咧读册的时阵开始1、2日的时阵开始，所以先生就互阮讲说你即个即期你着读什么册着创什么 assignment 你的着创什么报告所以阮有差不多着读4科学5科学每一科学着有什么阅读你着去读你着读差不多2500到3000页，所以每一科学你着读偌济册所以你若4科学加起来就差不多10万页的册所以你做物件着做。所以牧师娘伊真乖就教我创一个 schedule 讲你第时着读到倒啦，你第时着创你的什么 assignment 着创，伊拢总创互我。但是我的人毋是安尼所以我无法通教伊安尼我是按照我爱什么时阵，我感觉爱我就去创。所以头会真做什么摩擦，但是落尾了解的时阵咱就知影。所以干钱咱就忍受人因为无同的个性。第二个咱就忍受，毋但无同的个性因为你甲迄个人讲话的时阵袂说你因为欠彩伊拄着一个无好的代志，无欢喜的代志，所以伊会干伊情绪会真无同。所以情绪无真无好势的时阵你甲伊讲话一个代志伊就开始大声骂说有时阵我若去买物件是啥物若看到迄个咧收钱的是银行迄个看咱阵讲话甲无好我家己想讲欠彩伊安厝内甲因牵手的冤家还是甲伊囝儿冤家，所以心内面无爽无爽的时阵伊叫你讲话才是，所以咱就干着吞有缘有迄款有限的迄个是头一个吞第二个吞是啥物第二个你的吞是对代志的吞对代志对环境，当你面对歹的环境的时阵你有法通忍受啦，你有法通忍受伫咱中国人讲伊讲咱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偌济8还是9较济个是不如意的代志，有一个代志毋是咱有法通控制毋是咱来控制，所以发生的时阵咱是毋是吞
也是就伫遐来发手气啊，就伫遐啊来创一个咱落尾感觉讲创了的时阵，咱感觉袂好势代志。像即摆啊，咱这个疫情来的时阵啊，这个新冠的肺炎，真侪人真无爽啊！啊，所以干呐啊，这环境来啊，真艰苦啊。特别是咩啊？你若是外乡的人啊，哇！你外乡的人规伫厝内啊，规啊干呐，话讲哎呀要烧咯啊，唔知伫时反通走出去啊，啊，所以会干呐，有时阵咱会埋怨啦。啊，你若是内乡的人啊，你规伫厝内啊，你真爽啊！你讲啊，我可能伫厝内有法通安静啊。所以环境无爽的时阵啊，咱怎啊？然后有时阵啊，有重担压伫咱的身上啊。哎呀，生理要怎啊咯？哦，咱的经济拄着问题的时阵啊，还是讲咱的身躯无好的时阵啊，咱要怎啊咯？所以即种代志啊，咱就干呐需要吞吞。所以雅各伫这个所在啊，伊讲咱着吞吞啊，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对人，第二方面是对代志，也是对环境。但是即种物件，亲像雅各伫第一章所讲的，无论是人，无论是环境啊。我通讲是上帝互咱的试炼，所以讲什么啊？忍着吞吞，这个是一个命令啊！忍着吞吞，要吞吞啊到什么时阵呢？圣经讲啊，忍着吞吞到什么时阵啊？直到主过来啊！直到主过来，就是讲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敢若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呢？这个也是上帝审判的日子啊！伫圣经内面啊。特别犹太人的观念内面啊，当上帝要来啊，就是主来的日子啊，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啊。审判的时阵，上帝要审判啥啊？要审判以色列人伊的敌人啊。所以雅各用这个是讲什么？咱听好啊，无论咱拄着的环境会改变啊，还是在欺负咱的人啊，上帝知影，上帝会干呐？会伸冤。上帝的审判，所以主来的日子啊，一切的委屈啊，会得到干啊定清啊，啊，好咱会无再委屈啊，因为主来要向的啊。然后雅各就讲，主来的日子干啊，其实是近咯啊，主来的日子近咯啊。别人问啊，讲牧师啊，咱一摆的这个 COVID-19 啊，全世界犯罪的人。按遐得到啊，按遐受感染啊，然后这个唔是地区性的啊，也唔是国家性，也唔是地区性，这是全世界啊。看咱村只有啊，无啊10个国家无着着啊，怀疑10个国家是迄真水的国家啊，但是大家该着着，伊讲是唔是主要来的日子近咯呢？啊，其实主要来的日子啊，咱若讲啊到末日近咯啊。啊，末日的时阵啊，还是讲说末世，主耶稣基督来的时阵啊，末世已经开始咯。所以伫雅各书啊，伫彼得前书啊，伊捌安尼讲啊，彼得后书3章4节啊，伊讲主要降临的应允伫倒哪呢？因为对列祖困了以来，万物甲起初创造的时阵，乃是一样啊，当。彼得啊，伊咧写批的时阵，伊讲恁中间有一家人啊，有一家假教师啊，一家人伊就开始啊来问啊，讲像你讲主要来日子近咯，其实到即阵都也无来咧啊，也无来。啊，若彼得后书伊写的时阵啊，是差不多主后50几年啊，主后50几年啊，所以耶稣升天是差不多主后差不多30到33年，所以经过差不多30年了后的时阵，跩人就咧讲，你讲耶稣要来，耶稣日子近咯，敢若那未来咧？敢若那未来？其实彼得讲真水啊，伊讲主看一日亲像几日啊？一日亲像1000年啊！一日亲像1000年啊！所以主唔是讲伊无来啊，伊要来咯，真近咯，敢若？但是伊咧干呐听候啊，伊是吞吞听候咱来悔改啊。咱怎啊知影主要来咯？咱特别活伫这个21世纪啊，咱国家是啥物啊？咱国家是真近咯，
因为伫圣经内面有讲啊，到真侪主来的时阵啊，会移调啊，主来的主要过来的预调是啥物啊？当然马太福音24章遐有讲但是有一个就是以色列国的复国以色列的复国。伫1948年以色列国再真侪国家，经过差不多2000年的灭亡因国再复国圣经有讲到主要来的日子以色列会复国第二有讲到科技会发达科技会发达咱看到现主时真侪物件真发达所以有法通讲说，伫启示录所咧讲的预言真有可能伫这个世代伫咱现主时的这个时代有法通出现因为伫启示录13章16到17节讲啥物讲伊这个伊就是敌基督啦。主耶稣要来的时阵有敌基督会出现伊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拢要伫正像是伫遐顶面受一个印记。除了迄个受印记，有了伊个寿命，是有受数目的，拢袂得做袂买，总袂得做袂买。这个是讲到伫末世主要来的日子有一个人会起来伊是叫做敌基督然后伊要干控制规个世界伫啥物控制伊毋是孤单用军事去拍战来控制，伊是用啥物经济。所以伊讲说要干有人伫伊的正手伊的正手是伫伊的遐顶有要刻一个印记若无迄个印记你无法通做买卖，无法通无法通做买卖，你无法通得到真侪物件。当然真侪人当初时咧读的时阵讲有啥有法通控制全世界的人，然后连买卖则无法其实有其实伫差不多1990年了后咱就开始有这个是叫做啥物咱会做哩叫做英文是叫做 biochip 这个 chip 就是讲伊有创一个微晶片这个偌大粒的，这个是看咱剩一粒米会反大的米然后伫伊内面伊个米内面伊有叫做微晶片或者 microchip 然后伊有发电的还是充电的真细然后你有法通有法通刻伫人的手咧影响咧签针的因为真细你有法通刻咧然后签伫人的手咧顶面还是讲伫遐咧顶面然后你就用你的手用你的遐有法通去啥物 scan 就有出来咯其实这个人发明的这个是叫这个人发明的伊是这个伊发明的时阵伊无信主，所以因的公司叫伊去找看卖，看要怎创反水因主要迄个时阵是讲跩动物因要甲伊刻伫动物的身上亲像因若去掠着老鹰因要甲伊刻伫伊的身上，则放互白，然后因会知影看老鹰怀鹰白去倒啦，因的生活怎是像 dolphin 还是大只的鲸鱼也甲伊刻伫因的身上互伊行。当然你种物件你就欠用电源所以伊去发现去研究的时阵就发现讲，若要刻伫人的身上有两个所在第一件啥物咱的体温咱的体温变化第一紧的，变化第一紧的啥物头一个就是遐咧顶面第二就是请手的这个所在因开了因用美金差不多1桶外来研究然后佮研究着，然后无偌久有人则将启示录互伊看讲啥物是刻伫遐咧，甲刻伫手咧，伊则讲伊要若早知若看圣经就有法通成这个一桶几个咯一桶几个所以甲圣经的真欣赏然后搁一项因为伊这个细项若刻伫人的身躯内面伊就欠用电欠用充电所以充电的时阵伊的电图就是咱现在是手phone咧用的电图就是亚细叫做 lithium 的
电图啊。所以当人的体温伫咧变动的时阵啊，就有法通充电啊。但是啊，伊讲因为这个是马德里啊，这个是什么啊？这电图啊，有时阵会歹啊，会漏一个闸啊。啊，恁在厝内啊，你电图若摕较久的干呐，你摕起来啊，会淡淡啊，会漏闸啊，歹落。伊讲迄个会漏闸怎啊？伊讲若会漏闸啊，人对人的身躯无好，人会干呐会生一个疮啦，是会规身会生出来裂斑啦。然后伫圣经内面啊，你若看启示录第16章，就是讲凡有手会引起的人啊，因身躯啊，因会生什么？生疮啊！就是甲圣经所讲的相啊！所以后来啊，这个科学家伊信主咯，但是现主是啊，国较先进啊，毋是孤单徛遐咧无偌久以前啊，有人寄一个Bible 互我看，就是中国大陆因要买物件，因无搁再用因的 cell phone 啊，无搁再用因的什么迄个码迄个 QR code 啊，因用什么？用因的面啊，因的面看者啊，扫者就有法通方式看你开偌钱啊，然后伊要去因的车，伊的房内啊，伊的厝内的门啊，伊的锁匙啊，伊就按遐照伊的面啊，就有法通开啊。所以愈来愈什么？科技的发明啊，可能看到讲世界啊，有法通。互一个人有法通来控制，所以安尼咱就看到讲主要来日子近咯。我另外一个啊，就是伫讲什么？来往奔跑，知识会干呐增长啊！伫但以理书第12章第4节讲什么？但以理的稳重一个话啊，封闭一份册直到末世，因为干呐有真侪人。来往奔跑，知识的确增长是啊，咱若看现主是啊，发明飞机的时阵啊，逐个人来走来走去啊。我相信咱大家啊，真侪人逐年拢至少嘛出国1、2、3摆白较多啦也是有当然，咱COVID的时阵，咱就较无法通白但是咱看到来往奔跑真侪，然后知识增长。其实咱现主是的 internet 咱的网络咱网络顶面你要知影凊彩物件，你网络拢法知影，所以知识真紧去退所以讲到这个也是，然后主耶稣讲到福音也要传遍世界所以既然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近咯咱就吞忍对干所以雅各伊写落去伊就用3个例来讲说吞忍要怎来吞忍，还是讲吞忍会帮养，甲伊带来美好的结局伊用3个例讲到吞忍的帮养，要带来美好的结局咱看头一个是第8节你看第5章第8节第5章第8节，你讲啥？恁也着吞忍坚固恁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咯恁着。伊讲恁着效法第9节伫倒了第7节对不住，第7节伊讲兄弟恁着吞忍直到主要来看农夫伊吞忍听候地内面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恁也着吞忍坚固恁的心，所以头一个例是讲作残人所以作残人应该因着吞忍听候吞忍听候当初时伫以色列地真侪个是作残人伫当时作残，所以作残因就是野种因开垦的时阵了，因就野种了的时阵因就听候，因无法通做啥，因为因的农作物是靠什么天顶的雨天顶地时有法通落雨，所以因着吞忍伫遐来听候来听候，因为因听候若无雨的时阵，因的什么农作物就无法通收成所以伊讲说农夫因听候什么伊要摕到，因有一个盼望要盼望就是地内面得到宝贝，还是宝贵的出产宝贵
会出产。所以外国就讲咱相反啊，咱伫市场有时阵会拄到真侪试炼，兼且会互人来欺压啊。但是咱吞吞啊，看咱阵咱无法通做啥，咱吞吞啊，因为咱吞吞了的时阵，咱会得到什么？咱有宝贝诶听候，听候什么宝贝？就是主耶稣过来主耶稣过来的时阵，伊会为咱来伸冤啊，因为主就是咱的宝贝主是咱的宝贝。然后伫咧听候当中呢，第9节讲什么？恁唔通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所以咱伫听候无容易啊。当咱拄着环境带来的压力生活顶面拄着困难的时阵咱真容易什么埋怨，咱就埋怨真容易按遐来批评特别伫咱厝内咱有时阵会将咱的气干出伫咱的配偶的身上、囡仔的身上，有时阵咱也埋怨别人，咱也埋怨政府但是圣经甲咱讲什么？咱唔通埋怨，免得得到主的会审判，免得会审判。第二个例是先知第二个例伫第10章第10节伊讲兄弟恁着将迄个先前奉主名讲话的真先知，当作有法通受苦、有法通吞忍的朋友。迄个先前吞忍的人，咱称因是什么？有福哦，有福哦。所以第二是讲，恁会记得旧约的跩先知，当然伊伫遐无有真清楚的指明，讲所讲的是多哪一位先知，还是多哪一个先知。但是伊的意思是什么？当咱看先知因的生活，先知因的事工，因所经历后的，你就会看到因有吞忍因有吞忍咱若看旧约做旧约的先知实在是无容易当因忠心按遐将上帝所托付因的话语的语言责备的话按遐讲出来的时阵，常常因会拄着逼迫常常会拄着逼迫，甚至为主来殉道。咱看摩西相反当上帝甲讲，你去干法老王甲伊讲将互我百姓离开，伊去干法老讲，伊得到的是什么？法老的威胁法老的威胁，然后伊百姓对伊的不满会无了解，然后当伊带以色列人出来，因为百姓会无信，因伫遐按遐来埋怨摩西、骂摩西，甚至要摕石头将因拍死，甚至你看伊的亲阿兄甲亲阿姊阿伦甲米利暗也是按遐来怨导伊的阿兄，所以伊毋是孤单，伊拄着咱的伫新约内面咱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32到38节咱也知影希伯来书是讲到信心的伟人，因为咱讲到跩信心的伟人讲到因所拄着的苦楚，所以咱按32节来看起伊讲我阁何必会阁讲呢？若要一一说讲基甸、巴拉、参孙、亚弗他、大必、撒摩尼甲真先知的代志，时阵拢无够无点正通讲犯罪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允，然后将沙亚的嘴甲伊踢掉，灭了烈火的蒙洗，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做刚强，征战献出勇敢，拍退外邦的全军，有负任人得着大旗的死人国外然后注意刷落去跩。伊讲，佫有人忍受严刑忍受严刑，毋肯高请得头榜，伊无爱得到头榜为要得到迄个国较水的国外。伊讲，佫有人忍受什么？戏弄、鞭挞、
捆锁加紧，逐款的无念，互石头拍死，互鸡仔记死，受试探，互刀台披着绵羊、山羊的皮，逐位来奔跑，受强发、患难、苦海，伫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的人。所以你看到做先知的时阵啊，伊拄着真多的跩苦楚，才讲到讲互鸡仔记死啊，相传以赛亚先知啊，就是安尼就是互迄歹王啊，将伊该记死当然，所以做先知啊，实在是受真多的苦。但是伫39节的时阵啊，讲到真水啊，伊讲即侪人拢因着信得了美好的真据，但犹原未得着所应允的。上帝应允因也做啊，但是因无得着，甚至因已经为主顺道咯，因已经旧约的点证，因侪人已经过信了，但是所应允的未得着。干啊，第40节啊，因为上帝互咱有备了更较好的代志。叫因若无甲咱三甲得着，就无法通完全。叫因若无甲咱得着，就无法通完全。什么意思啊？叫因是旧约的跩人，甲咱是当初时写希伯来书的时阵的信徒，相款也是你我的信徒。原来上帝备办真水的物件，咧等到咱每一个人信徒甲旧约相信的人，才有法当丧时得着。第时要丧时得着，当主第2摆过来的时阵，当咱信主的人大家闭体，咱到天空的时阵，上帝要将所应允的互咱。上帝到底应允咱什么？上帝要将伊的国度赏赐互咱，互咱有份伫伊的国度内面。所以旧约的跩先知啊，现主是因伫天顶也搁咧听候什么？听候你我，信徒一日当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阵，咱要三甲闭体，然后咱要三甲得着。所以雅各就讲啊，跩先知因会晓吞论，因为因要得着主的赏赐。相反，咱也是吞论，因为主袂放杀咱。主犹原伊要来了真君咯，然后伊会应允咱有法通得着。第三个例是啥呢？就是约伯伫第11节的下半节，伊讲：恁听去约瑟的吞论，也知影主互伊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吞论大慈悲。约伯讲到约伯，咱逐个人拢知影约伯是干哪？伊拄着真大的困难。是毋是因为伊犯罪才受苦？毋是啊，所以伊三个朋友其中一个讲是因为你犯罪啊，所以你才受苦。约伯讲无，我无犯罪。其实这个是一个苦难的一个奥秘啊，无人会明白敢若受苦。有可能咱受苦是因为犯罪，有可能咱受苦毋是因为犯罪，是因为敢若上帝伫遐温存。临到咱的心上，但是咱看到约伯啊，伊伫受苦，伊甚至伊毋知影干啊，伊直咧跟上帝讲，上帝啊，敢若这代志临到我的身上，我要面对面甲你讲话，咱来辩论，我爱知影干啊，但是上帝无应允伊，互伊干啊有法通吞论啊，吞论了的时阵啊，圣经讲什么？知影主互伊的结局，主互伊什么结局啊？主互伊看起上帝所以约伯伊落尾讲啥？伊讲早时啊，我风闻有你啊，我听到关于你啊，我看咱总是听到你啊，但是现主是我看亲身经历啊，所以伫苦难当中，伊吞论啊，伊就按遐来认白主啊。当然，上帝互伊的结局是什么啊？圣经甲人讲，互伊更较多加倍的祝福互伊啊。咱来看圣经啊，怎加倍的祝福互伊啊？
第42章12到15节又讲真水啊！伊讲安尼，耶和华后来祝福互约伯的，比先前搁较多啊！伊有偌济羊啊？14000只羊，骆驼有6000，然后有1000对牛，1000只的母鹿母驴啊！伊也有7个囝，3个查某啊！伊叫伊起名叫做亚米玛，第2个叫做基西啊，第3个叫做基连合卜。伫迄个全队的妇女中，找无着亲像约伯的查某啊犯罪。圣经啊，人真出名，你若看圣经啊，上帝后来祝福互伊啊，比先前较侪。伊先前伊的羊有偌侪啊？你若看头前啊，伊有7万啊，有7000只啊。所以即阵上帝加倍互伊变几啊？14000啊！伊本只有3000只骆驼啊，上帝互伊顺啊，加倍互伊也变6000啊！1000只牛啊，顶摆伊是500对尔啊，现做是变1000啊！伊的驴啊母驴啊，顶摆是500，即阵1000啊！所以上帝敢若加一倍互伊，伊的囝仔有偌济啊？较早你若看圣经啊，伊有10个囝仔啊。现做是上帝会偌济啊？是10个啊。你讲啊，10个是毋是加一倍啊？咱看到遮有一个真水的一个道理，互人看。伊的牛、伊的羊啊，死去的时阵无去咯，所以上帝加倍互伊，7000变14000啊，500变1000。但是伊的囝仔啊，10个无去的时阵啊，死去啊，毋是无去啊，伫倒啦？伫上帝遐。所以上帝加倍互伊的时阵，佫互伊几啊？10个。所以伊10个即阵活的，甲10个伫上帝遐加起来是偌济？20个。所以是上帝加倍的互伊。所以伫旧约的时阵啊，约伯记啊是最第早写的。虽然伫遐无关于国外的代志啊，关于将来的代志啊，也佫毋是真清楚。但是上帝开始啊，借着安尼啊，互人看到讲，上帝啊，人离开世界啊，毋是无去啊，伫伊遐。在动物死去的时阵啊，就是无去了。所以这个是叫做什么？圣经咱会看到是渐进性的启示，就是讲头前啊，伫旧约的启示啊，会互咱毋是真清楚。但是慢慢会愈来愈清楚，所以咱到新约的时阵，咱就看到讲，一个人若死的时阵啊，离开世界，毋是亲像咱中国人的观念讲什么，亲像灯啊，还是火干啊灭去啊？毋是啊，咱是敢若徛到上帝遐，所以上帝恩待伊。所以伫遮的时阵啊，圣经可能雅各讲，你有三个类项效法的啊。一个就是农夫啊，伊种作，伊毋知影第时会有水，还是无雨水啊。但是伊吞论啊，因为伊爱什么？咧听候对内面的宝贝。第二，伊讲跩先知啊，虽然因拄着真大的困难，甚至受逼迫，因也是为主顺道啊，但是因犹原徛咧伫调啊。第三，讲到雅各啊，讲到约伯啊，约伯啊，因为伊吞论了后，伊将来有干啊？有美好的结局啊！所以雅各伫遮主要带2项代志啊。头一项就是讲，当咱吞论的时阵啊，有美好的结局啊，有美好的结局啊，咱后摆将来咱会看到。但是更较重要啊，互人看到讲，伫吞论的时阵啊，咱有法通经历到上帝，咱有法通明白主是啥啊。所以伫一段内面啊，咱有看到伊互人看到。咱的主啊，三个特性啊，还是咱讲伊的属性啊。咱的主是啥物呢？伫第7节啊，你看第7节，伊讲兄弟啊，恁着吞论伫到主过来，看农夫吞论听候对内面宝贵的出产啊，宝贵的出产。农夫宝贵的出产是啥物啊？就是伊所在种。但是咱基督徒，咱听候的时阵，咱咧听候宝贵。是什么啊？什么宝贵啊？其实就是主耶稣，伊本身就是迄个宝贵，因为伊要过来
啊，所以咱听好的时阵，咱是听好宝贵的主要来。主有宝贵无？啊，我唔知影伫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感觉主会宝贵无？人来问你，啊，讲你有人甲我讲哦，你所信的到底偌好？啊，你的所信的，你若讲说并别个所信的较好，你有法通怎啊来讲啊？伫你生命当中，你怎啊经历到主是宝贵？你怎啊讲呢？啊，咱来好好家己想啊，咱伫遮甲无方便人分享啊，但是咱来想，主有宝贵啊。第二方面啊，咱来看第9节啊，第9节伊讲兄弟啊，恁毋通彼此埋怨，免得受什么审判。所以遮讲到咱的主是什么？毋单单是宝贵的主啊，伊也是审判的主啊，伊也是审判的主。伊要来审判，伊要审判啥啊？彼得前书啊，第4章17节讲真水啊。伊讲因为时阵到了，审判要对倒来开始啊？对上帝的家开始，是对你我对信徒的信仰开始。如果先对咱开始，那么迄块唔肯审探上帝福音的人，有什么款的结局呢？所以就要讲到，咱的审判的主有2方面的审判。头一方面是要审判信徒，对咱来开始。请问一日啊，当你徛伫主的审判台前，伊要审判你的时阵，你是昂然无惊的，还是日头会暗？你会真向的讲主啊，我伫遮，还是你会暗讲哎呀，真歹势。然后主若审判咱的时阵，伊是毋是会定咱的罪啊？当然，审判甲定罪真有关系啊。但是咱就会记得一项啊，咱感谢主，主是宝贝的主。伊甲人讲啊，基督徒啊，无需要我定罪。伫罗马书甲咱讲啥？伫主内面的人无需要定罪，干哪？因为咱所犯的罪，主耶稣已经为咱忍受了。咱的罪甲咱所有的刑罚，拢伫耶稣的身上。既然是安尼，上帝啊，咱将来徛伫主的面头前，咱袂受定罪。但是咱要高效啊，咱着高效，亲像马太福音第25章路加福音遐也是讲啊，讲上帝交托咱耶罪，咱有忠心无啊？因为所求伊管家啊，咱做上帝管家，上帝所要求咱的是啥？忠心。所以一日咱徛伫上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毋是要定咱的罪，乃是要看咱有忠心啊无啊？咱要高效啊！高效的时阵，咱会失去啥物？失去咱的奖赏。所以有的人奖赏会较多，有的人奖赏会较少。这个是看咱有忠心啊无？所以将来咱会先受审判。第二，基督徒受审判了后，歹人也是受审判。圣经昨晚咱所读的，伊讲做无信也上帝福音的人，因也是要受审判啊！因为干哪？因无信主，因所做的一日啊，上帝要甲伊对头。所以当咱看去歹人因的生活，咱毋通干哪心怀不平啊！会记得咱顶几礼拜，咱有看到诗篇73篇讲到诗人伊看到做歹人的时阵，敢若逐项佫也好死也无通听。其实一日因要徛伫上帝面头前受审判。所以才甲咱讲啥物？咱若无信耶稣，咱一日咱着高效然后咱所要得到的，也是咱的刑罚是真艰苦的但是当咱信耶稣，咱知影主耶稣为咱承受咱的罪恶，然后为咱担当咱的遮刑罚，咱无需要刑罚。所以这个是好的真好的物件。虽然所以咱的主是一个审判人的主。第3，伫第11节伊讲咱看到咱的主是啥物？是慈爱的主
到11节，伊讲先前吞忍的人，咱称因是有福的。恁听去约瑟吞忍啊，也知影主乎伊的结局，显明啥物啊？主是满有吞忍啊，满有怜悯，满有慈爱。这是上帝可能看到伊的心情，伊是啥物啊？满有慈爱。虽然伊啥物温存，咱所讲的不如意的代志发生伫咱的身上，但是这个是出于伊的怜悯，伊的大慈悲，伊的慈爱。兼且有的人当咱拄着事实的时阵，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身躯无好的时阵，是拄着真多经济顶面困难的时阵，有时阵咱会想讲，咱的上帝到底听咱还是无？其实咱的上帝听咱到底。咱的上帝听咱每一位。我问恁一个问题啊，我问恁关于上帝的听。上帝是毋是甲听阮牧师团队，并甲听恁信徒啊？有人讲啊，对啊，恁牧师团队，恁全时间奉献给上帝，全时间为主做工，主才是甲听的，是无？有时阵咱会感觉人做真好的见证，人讲哎呀真好啊，上帝较听你啊，看咱像上帝较无听我。有的人感觉上帝无听伊啊，所以伊就干呐，伊就做真多的代志，我就做这，我就做这，我就困会来祈祷读圣经啊，我就困会来什么做礼拜啊，来奉献啊，来做好的代志啊，上帝才会听我。其实这个是毋对的观念，这是咱因为咱人啊。装细啊，咧重大的时阵，咱所得到的，咱所互咱的什么？的迄款的观念啊，还是管事的思想啊，就是讲，咱要得到父母的听，咱要得到先生的听，咱就看啊，咱就做真多的物件，咱就做真多的物件。所以所以到上帝遐，咱也是认为安尼。但是我甲你讲一个好的消息。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听，拢是啥物啊？万代拢是相同的。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听是偌听咱偌多100%100%，100%会听啦。伊会是毋是讲伊对某一个人听较少无？伊听咱每一个人拢是100%会听。OK， 然后。咱基督徒袂因为咱所做，上帝袂听咱，上帝有权听咱。咱会行伫上款，咱听咱会行伫。有时阵咱会行伫会无乖，敢是无乖？咱拍伊，咱拍伊的时阵是毋是咱无听伊？毋是，咱外在听伊，咱拍伊。比如，但是即做囡仔，咱互爸爸妈妈骂，爸爸妈妈听拍。互翁公阿妈拍阿妈，会感觉讲哎呀无听我，其实毋是无听，咱外在听伫遐。伫圣经内面啊，咱讲到主耶稣伊受洗的时阵啊，天顶开啊，然后有甲有圣灵亲像甲临到耶稣的身上，然后有声音讲啊，这个声音讲啥物？会记得袂？这是我的啥物？听见。我所啥物喜悦的，这是我所听的，这是我所喜悦的。我伊将听甲喜悦甲分开，什么意思啊？上帝听耶稣，圣经甲咱讲啊，上帝怎啊听耶稣，伊也怎啊听咱，所以对咱的听是完全的，袂减的。但是喜悦，圣经甲咱讲，咱着投资的喜悦，所以上帝是听咱。但是上帝对咱的喜悦的程度会无相同。咱的囡仔，咱大家听，但是有一家有一两个，还是有一个，你特别较爱甲伊做一个，敢若伊较贴心啊，甲会讲话啊，甲会来找你无啰嗦啊，甲会甲你牙膏啊，你较喜悦伊，你较爱甲伊做一个。有兼且有一个伊做真侪无好的代志，你外在听伊，但是。你甲伊甲无啥来去，所以上帝圣经甲人讲，咱着投资的喜悦。圣经无讲，咱着投资的听，有无？
咱就互主更较疼咱，无因为主疼咱是完全的，但是喜悦是看咱有照伊的心意去行。当咱顺服伊的时阵，咱就讨伊的欢喜，讨伊的喜悦。啊，所以圣经遮就简单讲到上帝会听，所以第7、9、11节讲到什么呢？讲到咱就吞忍，无论对人对代志，咱就吞忍，因为干呐吞忍有美好的结局。到上帝互咱吞忍袂空空的，拄着的代志一日会无去，欺负咱的人有一日伊也是无去，上帝有一日会为咱伸冤。然后第一重要，伫咱咧听候的时阵，咱有法通得到咱的主，因为伊是宝贵的主，伊是满有慈爱的主。我互你看这个圣经节啊，伫罗马书第8章18节啊，咱有法通将这节该念起来，记伫咱的生命当中，咱的心中真好啊。咱三个来读啊，罗马书8章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那比起将来要显伫咱的荣耀，就无足介意了。咱若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伫咱的荣耀，咱就无足介意。主耶稣伫希伯来书12章也是讲，为着虽然伊受苦，但是伊看到头面前所摆上的喜乐，伊忍受到底。咱相款安尼，无论是人是环境，咱就掠了主，因为咱现主时所受的痛苦，比将来干，将来要显互咱的荣耀，你若比起来啊，袂比你，所以咱吞忍到底。啊，这是圣经啊，安尼一段甲人讲的啊，所以咱下礼拜咱个继续按遐啊，会个继续来看。